诗是清静止嘅文学，短短嘅诗句都有过纯美感情，诗也过充实上调韵味，故所读起来会有特别的感觉。几多作曲人还会将诗谱曲变做一条过好听嘅歌诶。诗人珍贵海嘅客家诗也喊，有嘅曲嘅歌后，路变做高雄市也合客家文化艺术季嘅主题曲。诗人陈能贵将客家山歌嘅意境表达到诗地杯，本人体会到诗无论用读嘅，也算用唱嘅，都有特别的感觉。诗人郑贵海嘅作品也合，讲嘅係客家父母為家庭子女無任何怪異、傾心付出嘅精神。咁同年嘅詩寫曲過後，就變做高雄市也合客家文化藝術季嘅主題曲。係詩人未去醫生，環保雕師沙皮運動集嘅鄭貴海，對台灣有濃沉嘅感情。佢將情感調度嘅理想變做一句一句嘅詩。一天我有意過前嘅，個有意思嘅一種沙皮文化歷史，啥人生嘅土地地方。擔任安導嘅角色，鄭貴海嘅成法同從事東木客，轉到屋卡佢行嘅表唔踢詩人身份，接送帶定本用詩人嘅讀詩充實。我是覺得說這個是他的理想，那我就是盡量的配合他。我們也常常大家聚在一起朗誦他的詩。不過我寫詩先唱同多啦，有新的作品的，如果你先那都我都獎品俾你。行過千多山路，唱過千多山歌，根本人真抵得，我係咪一條路一條歌。強用一些美的愛寫詩嘅，還有詩人陳能貴。高中嘅時節就教嘅主流詩沙，都見創作超過30年。一開始佢根本冇想到，做得用自家嘅母語來創作。用客家寫冇法度，還有用成用國語、用華語，再轉變成客話。將來今日寫了15年嘅，是講我20年前那個嘅想法講，唔可能用客話寫嘅想法完全有改變。韓東後生20歲就對屏東到台北打拼，從台灣思念家鄉。陳能貴講寫客家詩，本唔但心情像遊子嘅佢，潛到心靈嘅話邊。我寫客家詩對他回饋，都得唔聽到杯遊蕩，回到屋企嗰種情形。寫客家詩，會回到心靈的故鄉的這種感覺。短短的詩表達得出清澈的感情。鄭貴海、陳能貴將對生命的感觸寫到詩句地度，用心的體驗生活，寫詩的美感意境未見進步，希望將客家詩再個向上提升。客家新聞方面，陳飛玲台北報道。